这是你的第一个房间是吗？第一个自己的房间。这个贴都是他贴的，你看这个，他这个。哦，原来你喜欢古天乐啊！我看不出来你喜欢古天乐，全是古天乐。对，那时候特别喜欢买那些贴画什么的。哎，我平时真没觉得你是个有少女心的人，那一看这个贴画，我觉得你绝对有少女心。看我这发卡，小发卡，哦，以前都流行这种小发卡。还有录像带，你有好多录像带哦。应该是以前就是戏校那个。哦，这里面是你的那个表演吗？对，彩排完的录像，但是我不知道。那给它转出来呀。现在还能不能放出来？这是什么呀？哦天，这是我的笔记本。你的日记吗？对。你看。哎，实验小学。哎呦，实验小学。小学的时候，我的妈呀，30多年了。这个本子，这画的你自己吗？哦，你看还有小翅膀、小仙女儿。对呀。这真是真正的童年回哎，忆了。你真的，你其实小时候挺有那个少女心的。你上学的时候怎么那么严肃啊？那上大学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好严肃的哦。对，他什么事儿都也比较慢热。这是日记本，真是他的真正的日记本。读一下。我的个子很高，头很小，我脸上水色是白里透红，笑起来并没有2个可爱的小酒窝。哎，留着，真的多好啊！还要学习好，考试考高分，真的。后面没有。但你对自己的认知倒是蛮准确的，水色白里透红的。